来看中华的消息，中华花坛有乡亲的，因为这徛喺较八卦山面有贵客去拜访，一只真大只的水鹿呢，冲入因厝内，厝内乡亲惊一路大声加喊，这只水鹿嘛惊一个软脚跋倒，才会继续走。厝主讲，这只水鹿有可能是和野狗肉。 才会冲入去人家厝内底，这农业处强调讲，水鹿袂无故走去大路，若是和野狗肉，那呢会请相关的单位去处理。业务员提醒赛车乡亲，最近若出入八卦山附近的道路，爱驶较慢的，以免去弄到水鹿。 花园内底无啥人，煞汹涌正边有一个大乌影撞出来，用真紧的速度想要走去人厝内。进入去看，有一只真大只的水鹿啊！后面仲惊甲大声喊，就惊伊冲起来共攻击。鹿啊，叫声音惊到险啊跋倒。这个事件发生伫咧中华花坛，因为我八卦山动物食物真济，当地民众就讲，这阵啊定定看到水鹿啊出现。大概是有一群狗在追它，因为这八卦山上野鹿是比较多。 比较多，它可能是受惊吓，往我这边跑啊。厝主讲，一定定拄到这只野生鹿啊，敢若是有狗仔伫咧家掠，才会想要走去人厝内。它吓一跳，就第一脚，然后就跑掉了，往上面跑。我开车去找，也没有看到了。 厝主的朋友拢真欢喜，走去厝外，赶紧摕手机来翕。毋过八卦山附近乡镇定定有水鹿啊出现，佮要走去大路，会着人的车。 因为水鹿不会无缘无故到道路上面，通常都是可能是有野狗的追逐才会造成它冲下来。前面在行经道路的时候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减速慢行。农业处强调，水鹿啊袂无故走去大路，若是野狗的关系，会请相关单位处理。毋过嘛是提醒民众，经过八卦山时阵，爱驶较慢的，较袂去弄到野生动物。